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在我们今天这一集单集的当中呢，我很特别要跟大家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吼。我常年有在关注一个粉丝页，叫做小女子台语歌，很有趣的一个粉丝页。在这个粉丝页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每天，几乎是每天吼，我们的版主小女子呢都会介绍一首台语歌。然后呢，他也常常会写乐评。那他的部落格呢，会写一些很有趣的跟台语歌有关他听完的感觉。但他会说自己是一个业余的写手，然后业余的那个听歌者。可是呢，他听台语歌吼，有他自己真到底的所在，有他自己真独特的一块想法。然后我其实已经被他养着了，就是常常都会听他，都会看他介绍台语歌，然后包含最早的时候他对我的专辑的评论，等等。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那我就很想要访问他，因为他的观点啊，常常我觉得都很有温度啊，很有意思这样子。那他很喜欢那个我所谓的典型台语歌。那我感觉啦，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非常的年轻，所以我对于他为什么会喜欢台语歌，然后为什么会听台语歌，甚至于是开始用力的分享，然后写评论，我都充满了好奇。所以今天在咱这集的单集内底，我特别来访问咱这位小女子哈。那大家你有时间的话，其实你可以上他的粉专，你会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在那边留言的朋友们对台语歌都充满了热情，所以大家你也可以看看呀。那当然，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觉得很好玩很喜欢的话，也欢迎你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星星评分5颗星，然后帮我分享。那小女子的粉丝页我也把它贴在我们的那个说明栏这边吼。那同时大家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的节目的单集我都会写一篇文字在那边。那你可以留言给我，你可以跟我分享各式各样的心情，你也可以私讯给我。 OK， 安尼咱废话没多讲，咱今天日咱这集的单集对不对？邀请小女子台语歌这个粉丝页这个厉害的小姐OK， 好，我们来跟她一起聊聊天。OK， 现在在线上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介绍的小女子台语歌的版主吼，伊讲咱就叫伊小女子啊，安尼我就拍谁呢？叫人小女子。大家好，俊杰老师好。好，有人跟你说你声音其实很好听吗？哦，没有大家都说我声音很怪。声音很怪吗？还是很乖？很怪，不像台湾人。真的吗？对。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中文的咬字？可能吧，粗粗见面的人都会安尼讲。因为你中文咬字真的很好的啊。哦，真的吗？真的很好啊。说你是哪里人啊？是不是马来西亚人？有一个腔调啦。哦，因为就是那个我个人对声调和发音位置都很敏感，我几乎是用这个声调来学语言的，所以说呢，在学华语的时候也是，就是抑扬顿挫都会非常清楚。也就是你从小对于音韵啊、声调就很计较，对不对？对，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别人2声跟3声都发的不是很清楚的感觉？这是你自己的原因，还是你小时候你妈你爸的要求？没有啊，我爸爸妈妈都有他们各自的那个腔调，对，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客人 ，OK， 那个他有非常清楚的客家腔，对，然后我妈妈是
呃，他是就是从小讲台语，对，所以说也是有所谓的台湾国语。那你可以讲客家话吗？你会吗？我一点嘞，一点我按点的。晓讲。对行啦，安尼会使啦，会使。对，我是跟你倒摆，我妈妈是客家人。哦是哦，嘿，其实我妈妈也是客家人，只是她一句话都不会讲而已。对，就是完全不会讲客语的客家人。对对对。我自己不会讲，但还听得懂蛮多的。哦，对，那有空就可以来交流一下。可以。好，我们边聊的时候就发现小女子的中文啊，咬字真的是有够好诶，就是而且会突然越听越觉得这都像老师诶，你知不知？为什么？就是老师一种愧靠啊，但是可是我说的老师恐怕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老师，现在老师我不知道咬字有没有这么好。我恐怕没有，恐怕没有。对我那个，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老师，所以说呢，那个他们就还好，就也是觉得我特别的腔调特别奇怪。好，我会反问小女子，当然是因为我刚跟大家讲了，她在粉丝页上面写好多台语歌的事情，而且是一个热爱者。然后我对于年轻女生喜欢台语歌，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是喜欢到会认真的去研究去听，我就觉得非常的好奇。然后其实我是另外一个好朋友叫王昭华介绍我你的粉丝页的，对，那我就一试成主顾，这样就很爱这样。王昭华老师，其实我也是久仰大名，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介绍他的歌曲，就是我是想好好找一个时间来好好的就是听听，然后写，但一直还没有机会。对，听台语歌这件事情，你小时候开始也的你做的代志嘛，像喏。其实是一开始是就是因为看8点档，就是那个台语的8点档，不仅有片头片尾嘛，那剧情也会播一些插曲啊，不知不觉就会哼了。那时候不太会讲台语啦，但是蛮有好感的，因为我刚才说就是个人对声调跟发音都非常的敏感，所以我比较喜欢台语有很多鲜明外放的特质。那就是例如说那个韵母为啊的音很多啊，什么怎啦，什么那个卡 key 啊那种，这样子那声调就是听起来就很爽快。然后那声调也有7、8个，跟华语只有4个不一样，上下起伏感觉很活泼，很好听。讲话起来就很大方又很直爽。那除此之外啊。那台语歌有保留一些华语歌没有的技巧，像喉音、滚喉音、抖音啊，转音也特别多。即使是同一首歌哦，每一个歌手表现的方式也差很多，我很享受这些差异。好，我们今天来了很专业的国文老师，跟我们介绍这件事情。所以从8点档开始，然后喜欢，因为对于声韵有很多比较偏爱的部分，然后于是慢慢对台语歌有了感情。其实客语嘛有真侪这种物件，你敢知？可是那都已经是蛮久以前的，在我就是知道就是台语歌的好的时候，就是我1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台语那个客语流行乐的发展已经属于到一种就是想要去腔调化，然后呢，就是在讲求一个无国界，然后呢，那个跨文化的东西，就是世界音乐的概念对，所以说他就会把他客语本来有的虾雕，然后还有一些山歌的那个腔都会去掉。对，那样子的话，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对。所以你1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台语有这么多的热爱的时候，那时候你印象中那时候你很爱的歌是什么？那时候我是开始听，就是像跟着连续剧开始听那个高向鹏、方瑞娥的那个对唱歌，像什么金星楼啊，什么世干剪啊，什么，然后还有
龙千玉、蔡小虎的一些对唱歌，什么像是对，就是他们在连续剧有连播的，就是片头片尾，我都非常的熟。对，好，我们讲到这边呢、我想说让小女子来推荐一首歌给大家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聊，好不好？好啊。那你直觉的你要推什么歌？其实我就是第一首歌呢，就是其实是2010年蔡小虎的一首《猛干奖》。这首歌也是我当时在看的连续剧片尾。我不喜欢蔡小虎，我那时候很讨厌蔡小虎，觉得他唱腔比较黏啊，不够直爽。但是这首歌却带我进入台语歌细腻的情感世界。我当时会听台语，还讲不出几句，然后也没什么语感啊。但他副歌就有一句叫“秋后波景郎听”，就唱的我整个鼻酸，然后心酸。那个抖音配合共鸣位置的变化，真的让人就是一听就感动。对，当时我是大学生啊，就是有很多人际间的执着放不掉。那听到这首歌就觉得他很懂我，他唱出我的心声。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蔡小虎的歌，歌名叫做《猛干奖》。好，咱先听歌，再来开讲。好，我发现我访问的这个小女子啊，她今天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在脸书上以为她是一个很呛辣的女生，然后应该不离掐一个还是其实就是这么掐，只是因为紧张，所以我还没有感觉到。我其实不会，我其实平常都还蛮温和的，就是大家认识我都不会联想到我会在网络上就是呛人，或者是呛歌手、呛音乐人，对，都没有想过，所以说我也很放心的做我的乐评，因为根本没有人会发现，对。但是如果你在现实中讲到就是我在乎的，比如说台语歌就是很俗啊，就是很油啊，传统台语歌就是很油，我可能就会露出我那个呛辣的一面，但平常我都还蛮平和的，还蛮优雅，就对了。对，有像现在他讲话都还蛮优雅的、啊，是。来，你喜欢听歌是一回事啦，哈，但我刚刚已经知道了，你追连续剧追得很凶，是，对我有感觉到你追剧追得非常非常的凶，是的，当然也会里面也有很多，就是例如亲情剧，或者例如什么父女相认啊，或者是这种对，就是被抛弃啊这种，就是很狗血的剧情，但是就是他们演得非常的真实，然后非常的激烈，就会然后讲出来的话也让人觉得很感同身受，然后那时候播出的台语歌就会让我就是不知不觉就会记在心里。你是哪里长大的小孩？我是在新北长大的。那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吼，就是天龙国边缘的小孩，但对于台语不只是台语歌，是台语这个语言有一种奇特的迷恋跟热爱。好，那什么时候开始突然想说要来写文章写台语歌相关的事情？其实是为了找同好，也是为了宣泄我听歌产生的情感啊。我开始听蔡小虎、龙天玉、袁小迪的时候是10几岁嘛，那别人都在听5566周杰伦，对，那一直到我出社会接触明日之星歌唱节目，身边的朋友都哈韩哈日啊之类的，没有共同语言。那我听台语歌整整10年了，身边从来没有朋友可以讨论听歌的感动，我内心其实就是累积了很多郁闷。这些歌手唱的那么好，那么感动人，但我却无处说自己的感动，就算说了，好像也只是鸡同鸭讲，所以我才凭空创一个部落格，自己写自己的，没人看也没关系。至少我有一个原地，爱讲啥就讲啥，不用管那些不同喜好的人看。所以一开始是从部落格开始，是，那些文章啦，我写完也几乎不会重看，
因为没人会在乎自己上卡拉 OK 唱的歌好不好听吧。对，我写了唱了我就开心，嗯。不会管路人说我难听。可是你在写的过程，慢慢就有一些同好出现了。对啊，对啊，就是我真的非常感恩呢、就是我后来被大家称为乐评什么的，就是根本没有想过。对，但我蛮庆幸我个性就是那么认真，就是听歌就写心得，还写那么多。对，你真的听得很认真，我不得不说，他每一首歌都听得很认真，而且可以巨细靡遗的写出很多事情来。对啊，但也是就是我也是就是其中就是我觉得我也是想讲义气啦，就是我看不惯那些有能力的歌手啊，就是好歌被埋没啊，然后也看不惯那些不听台语歌的人对台语歌的种种误解啦。对，简单的说就是有话想说。对啊，对啊，对啊。那还好啦，就是我是天生伶牙俐齿啦，就是能表达出为什么我喜欢这些，然后也讲出台语歌比别的歌更吸引人的优点，还能对别人的成见批评提出反证呢。对，原本你最早在写的时候，其实是像你刚刚讲的自己喜欢，对，但是到后来，其实慢慢的关注的人、期待的人也就变多了，变成其实以现在的你来说，你每天都必须要介绍一首歌，甚至于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介绍台语歌的各式各样。其实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事情上面做功课，那个跟你原本只是休闲娱乐已经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了。对啊，所以最后到最后就是一种使命感，就是义气产生的使命感，就觉得说，这么好听的歌，只有我自己知道，好像太可惜了，就是还是要介绍给大家知道这样。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听歌的吗？现在的你？现在的我吗？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我跟最初的我，就是也是有很多改变。例如说，就是我最近，我的心情变得比较平和。就是比较理性，就是我早先我听歌是为了发泄嘛，那我现在听歌就是我少了发泄这个状态，就是可能没有那么情绪化，感情也没有那么的同理，但是我可以用我建立出的就是一套逻辑去欣赏这些歌，然后呢去告诉别人说这首歌很值得被听，这首歌很好听，然后很值得听这样。因为其实专辑在发行的速度很快，所以你变成你每天都需要花很多时间听新的台语歌。对，没错。但是我其实我就是以前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每天发一首歌，或甚至每天发2首歌，对，就是在粉丝专页。但是在就是2021年，就是粉专就是被脸书就是砍掉以后，就是我又创了一个新的，可是我就有调整心态，就没有那么强迫自己一定要每天发，就觉得说就是按照自己的心情，按照自己的步调，这样子的话才会长久。我还是会欣赏歌，可是我并不会就是逼自己说一定要找出某些优点之类的。你现在听歌跟你以前纯粹是一个欣赏者啊，心情上会不会有很大的不一样？也是有很多不一样，我也看到非常多就是时代的变迁，也就是说，我现在听的歌跟以前我当初喜欢上台语歌的时候，那个制作的那个的那个规模，还有就是它的风格都产生了巨变。对，那我其实对此就是感受不意外，但是也是有点可惜，我没有办法就是不去思考就非常感动，很少，对，很少，就是不去思考去听就非常感动。那也就是曾经我说的，就是事情变得不直觉啦。是，对，没错。但是你变得不直觉，似乎是此时这个时代的样子，所以不懂。但像我最近有写一篇，就是陈竹生的那个专辑的那个评论，我觉得就是虽然我没有办法就是一下无脑听就觉得哇好感动，可是我可以一听就觉得说哇这些歌是与众不同的，然后呢值得我去细细品尝。那细细品尝以后，我就发现哇
我可以找到新的感动。我每一次听我都有不同的感受，这样子，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进化，对，好，这关于竹神呢，他其实花很多的力气做这件事情，他一直改到我们都叫他不要再改了。是哦，也没完没了，一直改，你也别给他画甜哦，也当一直改没耍。哇，对，他把它当剧本在写，你知道吗？是，其实从音乐就可以听出他对音乐的认真，还有对这个文化的尊重。对，我比较好奇，因为你知道，像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是要跟你一样要听很多音乐。那我听很多音乐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在做流行音乐的编曲跟创作嘛，哈，所以我要知道很多现在的音乐发生了什么事。对，那是我不晓得你听你真的每一章你都会从头到尾认真的把它听完，还是你会跳跃式的听？像我想我自己好了啦，哈，我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歌啊，我听了前奏我就不给他机会了。那如果我听了前奏给他机会，然后我又听了主歌，我可能又不给他机会了。哎呀，因为老师是音乐人，就是他的您的角度跟我不一样。那我听歌，我注重的是歌声，我最注重的是歌声。所以说，您可能前奏开始就不给他机会了。对。但是我的话，我会看第一，这个歌手他现在的状态是值不值得我听下去的。这是我事前就知道的。所以说呢，我一点开这张专辑，即使他的编曲就是前奏可能就是我意料之中，或者是那个没有什么进化的感觉。可是我会期待他在这张专辑，就是表现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他的情绪可能会有不同的进展。对，也就是说，你听歌的时候不只是单纯听歌嘞，你人迄个听歌渐渐伊的这样现在的状态呀，整体你掌握得到的资讯，你都已经先做完一轮功课了。其实这也是我以往的累积，像陈竹生这个歌手，就是我虽然有在您的音乐会有听过他的声音，但其实我在他进录音室的状态我是不清楚的。那样子的话，我可能就还是听前面几首。然后呢，再看看我喜不喜欢这样子，对。但是我就一试成主顾嘛，对，这个状态是这样，对。好，讲来到这，我想要邀请小女子来编一首歌给大家听。你从她听歌的内容啊，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好，那我想介绍的第二首歌是陈盈杰的《破龙金仙》。破龙金仙。对，这首歌有够好听。对，这首歌是我大学时期偶然翻到的旧歌。那陈盈杰他后期的声线浊浊的嘛，都是偏厚的中音，很符合我对女生的喜好。哦，你喜欢女生这样子？对，我不喜欢太高的、太细的。对对对，所以个人喜好。小奶你嘛不买的对啊？可以，表现上可以，但是就是音质上你不喜欢。对。这首歌是表现出一种轰轰烈烈的人生观嘛。那从我大学毕业，然后我有半工半读日文，然后又出国进修，然后又到回国就业。这首歌真的一直陪伴着我。就是我本身能力也不是说很强啊，就是我会埋头苦干。那时候就很想要走出自己的路，每次放这首歌就想着不可以依赖别人，要再加油一点这样。你那时候出国去哪一个国家？我去日本。我都有约到，嘿。好，咱来听这首歌，再过来和小女子开讲。好，我刚才说，从小女子听的歌里面呢，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我这样说，你有感觉伊的辛苦内底有带一个老灵魂不？你有人这样说过你吗？还是你有这样感觉自己吗？其实我一直都是否认这个说法。否认这个说法。对，因为我听的都是流行歌啊，我听的都是金曲奖的歌啊。对啊，我没有在跟人家说我都听20年前、30年前，这样现在大家都在听什么？周华健啊什么的，或者张学友啊，那些还不是都30年前的歌？
我会觉得我都比别人还流行，走在流行尖端。你是听时下的啦，吼，时下的。对对对好，对对。我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件事情也不是秘密啦，这件事情我本来想说有一天我做另外一个单元的时候，就是呼应进讲你有介意迄个典型跟非典型的时阵，我要讲的。嘿嘿，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听某一个年代的台语歌，其实啊，因为我们觉得它的散发出来的力量跟厚度啊，比现在够。就是因为那个其实现在的台语歌的编曲跟20年前比起来没有太大的落差啦，30年前也没有太大的落差。但你知道差异在哪里？差异在现在的成本比较便宜。听得出来，其实听得出来。就是今麦变成塑胶啦。对，就是电子的感觉。那一样听起来类似种类的歌，我经历过、听过，比如说陈英杰以前的那些作品，陈百潭呐，罗时丰啊，谢磊啊，谁，那些音乐都是真真实实真人去 play 出来的时候啊，或者包含我曾想要有一集要介绍那个背后那些了不起的和声们的时候，是你得干嘛？同款的素材，在今嘛我有时阵的听没有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由奢入俭难，就是已经听过那些就真人，然后真人演奏的那些那个乐器，然后现在这种电子琴的就听不惯了。那就好比我自己，我也都会忍不住要一直把电脑里面的音色拿掉，然后全部找真的人来一样啊。是没错，因为你的甘苦啊，你的干嘛？就是不开心。我是也觉得说，就是以前跟现在的人，因为以前人他们的台语环境比较够，他们唱出来的就是比较合那个情绪所要表现出来的那个什么表现，就是那个表现手法比较合乎那个这个语言给人的感动。对。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歌手可能没有那个环境，大家都会就是唱得很表面。我们知道这个歌词是什么，但是呢，唱出来就是你没有在用这个该有的悲伤的语气或者是生气的语气在表现这一句歌词，这样子。其实你在经营你的部落格也好，或粉丝页也好，其实看的人也不少，然后甚至于也越来越多像我这样音乐工作者会跟你互动啊。是，我想这过程里面有没有让你觉得有趣，或者是吓一跳，或者是感动的事情发生？其实很多像是像其中有一位就是那个我之前说的明日之星歌唱节目，那因为我其实就是喜欢上那个歌唱节目，所以以此为契机开这个部落格。所以每一个选手我都非常注意，那这些也有很多选手就是出专辑变成歌手，那其中有一位就是曾伟忠啊，对，他是原住民跟那个什么欧肉的混血嘛，对，那他真的非常用心，应该说是他是我部落格就是初期就是还蛮用心的看我写评论的歌手，那他也有邀请我就是写他的专辑，但是我已经跟他说我不是很欣赏那张专辑他的表现了，对，他还是说没关系，我想知道，对，所以我就写出来了。我虽然有语气上面有斟酌，但是我感觉什么不足的地方我还是有写出来，对，那他还是非常的接受，而且也后来我们的那个互动也非常好，对，然后甚至上次音乐会他也有把我放在感谢名单，我真的非常感动。因为其实小女子不管她写评论，对于歌手的评论是正面或者有时候是负面的，对我们来说可能你这可能是你没去想到这个代志，就是我们都会觉得那个评论是很真心诚恳的。
是，对，那你敢知对一个唱歌还是创作者来讲，真心诚恳被评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而不是那个粉丝滤镜的那种。对对对对对，哦，就算是你骂我，或者你觉得我这一张你觉得没有那么喜欢，是那但是我们都感觉得到那个温度，就是他在说的不是不是一个。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有很多人写会稍微 gay 掰之类的，嘿，哎呀，但我感觉你在写这些物件的时候，其实无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曾伟忠会喜欢可能是这原因，因为我个人也是这样感觉你的。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很认真，我也是很认真听才会很认真写，所以，但是我没有预料到大家都就是很接受这件事，所以我非常感恩。对，其实你也是我第一个在演唱会上面邀请来的写评论的不认识的人。哦，哎，对我也很直觉，我那时候很直觉就跟我经纪人说，我觉得他写东西很有趣，哎呀，不然我们找他来看现场好不好？看他会怎样。可是其实那时候我对老师您其实不太认识，所以我认识合理啦，合理，我明白。对，而且常常就是觉得，老师的声音跟萧煌奇老师那声音还蛮像的，对，我好分不出来，对。到可怜啊，但我发现老师您的幽默感跟萧老师的是不一样的，对，幽默感不同，对。不同嘛，吼，对，幽默感完全不同，对。我就是个神经病啊。也没有这样子，也没有到神经病，就是就是会蛮俏皮逗趣的。我不会这样子形容萧老师。反正我做高拉呀，我都是高拉。系啊，我的高拉加拉，对啊，比他会讲话啦。是吗？是吗？绝对比他会讲话了。好 ，OK， 我记住了，下次来观察一下。对，如果是要比讲话，他一定赢不了我啦。比唱歌他赢我，但讲话他不是我的对手。对，不会啦，我觉得唱歌也是差不多同等级的啦。老师不要这么谦虚，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我刚刚讲说，我就觉得我很好奇他会怎么样，因为我其实也认为你不一定会对我有太认识啦，因为很多人对我是不太认识的，我是知道的。是，对啊，因为但是我就会觉得有缘，我有时候就很直觉。然后没想到你在那里也认识了竹生，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有一天会出专辑，还不知道，是我们就是在拱他说，啊，你的在爱你在搞下，他个爱下对吧？哈，我你就开始下嘛。原来还有老师出的力。然后谢明佑跟我两个人就一直在那边改北怪啊，结果就真的出了，对，他就真的出了专辑了。好，我想问小女子说，其实你对台语歌有很多的期望，我们有常常会在你的粉丝页上面看得出来，甚至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小女子在过去对于金曲奖的那个预测，都很有意思，很好玩。是，你对于台语歌有一些期望哦，你说说你的期望。我的期望就是我喜欢的，就是典型台语歌能够顺利的传承这样子，然后在我100岁的时候，我也能听到我喜欢的歌出版这样。你相信我，你喜欢典型的台语歌不会消失，它永远不会消失，除非有一天台湾的人都不会讲台语了。这个好很多人都这么悲观的，其实对。较早我嘛真经和你讲话，和你悲观，就是有一天可能这个土地顶端的人拢袂晓讲台语啊。但是尾啊，我这几年的感觉是无可能，他只是会他只顶多是演绎成另一种样子，但是这个语言袂叫无去。但是就是以歌曲来说，就是现在新一代可能乐团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歌手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我就听不到就是
我所谓的典型台语歌的特质，这样子，就是那种歌词的那个声调，还有那个他们唱歌的那个台语曲，这样。那个韵味，他们以后会认真努力的去追寻跟学习啦。但是你要亲像你讲的，安尼完全彻彻底底的保留吼，难度很高。我譬如讲，包括你就好啊，你最爱听台语歌的，但是你台语就讲袂好啊。他们我怕变其他的人有同款，就是有这个问题，迄不是你的不是咱的唔对，就是我现在相对对这件事情是包容的，就他不是他的错，那边讲的是这个教育的错，是，对啊，那各位讲迄个讲远去啊，讲我就个美人啊，就是但是迄个小女子有讲啊，伊讲我们现在还不用枪口对面，不用骂自己人。对，我觉得就是就是我偶尔改作业这样子，改就是那些改台语这样子。对，所以那边讲啊的，就那就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啦。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你放心，如果你有定定离开台北啊，去到新竹以南，你去行行，你给有做信心的。敢有影？真的，那我下次来去看看。好，你敢知影？比如说哈，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台北工作，是去等了这类人，你就看他讲话华语讲得很好，跟你一样很标准。那像我这搞到天龙国的啦，是啥有哈？结果有伊雄发现你人讲台语的时阵，伊无要帮你刷，伊一直跟你讲台语。哦，干嘛呢？我没有遇过同年纪的是这样子。然后他一开始会不顺，因为久没有讲，但是他很开心，他很想讲。为什么？比如他可能台南来的，他可能哪里来的，他在他们家就是讲台语啊。伊来家无他讲啊，所以像有人跟伊讲，他就很想讲。像我有做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平常那种就是讲华语很优雅的小姐啊，遇到我就会自己转屏讲很流利又快速的台语，变成另一个人。哇，那我要继续学习。那希望有这么一天，我也可以跟老师讲很流利的台语。要有伴啦。其实重点是因为你身边如果没人一直跟你讲，你也无法度啊。是啊，对，没错。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不用担心啦。你其实你台湾这个所在，除非变中国人。我认为台语不会消失啦。好，对，谢谢老师的开解。所以没还的。好，但所以你刚刚说第一个是你希望100岁的时候，如果你活到100岁的时候，你喜欢的这些该有的亏靠都还在。对，那你还有什么想象吗？想象，大概，因为我的要求其实不多，也希望就是台语歌坛还是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产业，就是它还有就是还有台语歌手，就是专门唱会让我们感动的歌。对，好，我最后问你一个，很多人其实他平常就已经很少听台语歌了，是像其实我有一些听众就是。因为我这样慢慢拐关系，他们开始听台语歌，就是以本身对台语是半青半色啦，就他很少讲，他不是完全听不的。好，这样的一群人啊，你邀请他进来听台语歌的时候，你会告诉他可以怎么开始？他可以先听那些就是有一些公司，他们虽然就是他们的歌手都是台语比较标准，他们会要求他们的台语标准，但是他们的旋律是比较就是套上华语词也可以的。这样子的话，虽然就是不是非常典型的台语歌，但是是入门者比较能接受。也就是华语式台语歌。也没有那么的华语式台语歌，顶多就是不那么台语
就是伊的编曲较华语啦，比如讲，对编曲，对对对对，迄间公司叫啥？诶时代时黑代，对啦黑啦黑啦时对对代，对他们的编对对对。曲都比较华语啦。对，他们的编曲都比较华语，可是嗯，他们的歌手是被要求说要讲的比较标对，准，因为他们要对，吃的就是比较偏都会，那但懂台语的人呐、是是是，对，就是这样。好，对，另外一种方式，我现在也知道了，你也可以学小女子啊，我有去追剧。哦，哎，但我觉得现在的剧跟以前完全不又不一样。一样了。嗯，我以前还可以在8点档就是听到就是像什么苗可丽的那种非常流利、一连珠炮都不停的台语，但现在没有人这样讲了。因为但老啊，就搁较少年出来的无迄个能力啊。是啊，就是没人会晓讲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学台语跟就是习惯那个台语环境是有困难的。那连他们配的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他们配的歌插曲很多是华语歌，对。哦，真的啊、因为我很久没有追。是的，我偶然就是打开来一听，就发现，诶，为什么这个插曲是华语歌？然后除了片头片尾是卖钱的，所以它是配台语歌，可是就是插曲什么的，就是可能就会配华语歌。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自在的去享受那个台语的环境。但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可以尝试的环境啦，因为如果他是入门者的话，我会推荐他去就是网络上找资源，就是以前的剧还留在那个 OK 还有资源，对，对，然后更加道地，然后你一听就完全就是全台语环境，而且很顺，没错，那个语法完全不一样，对，好，我觉得我们以前都会想说，就是做音乐的台语人自己在努力吼，那或者有一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的听众或者是乐评这样，然后那其实小女子不会年纪很大啦，那你听她的声音，我基本上你一定比我年纪还要轻一些的、啊。对，我比较对后辈，对后辈。对，然后有人很认真的在为台语做一些努力，而且是那个努力是没有不让开机改钱啊，他就是发自内心的。大家你有空可以去看看他的粉专哈，我贴在我的内页里面。谢谢俊杰老师。不会，然后可以跟他互动，其实他互动起来还蛮有意思的。然后他每天都会因为不同的心情，然后介绍不一样的台语歌。我跟他讲我这么说，你听的台语歌真的比我还多。对啦，就是我会去那个踩看自己，就是舒适圈以外的歌，就是想说那个没听过，来听听看好了。对，因为好，这样有老灵魂的人是我，好，我们都会常常回头听老歌，我们检讨。不会啦。我非常的欢喜，也让邀请的小女子来，给我访问，而且这是她的人生第一次，感谢你很好我，非常的感谢。谢谢俊杰老师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而且俊杰老师是那个什么，我那个预测成功的歌王，对，对，预测成功，对，独排众议那个预测成功，对，预测成功，感谢你，谢谢老师。然后最后再介绍一首歌给大家吧。好啊，那我要介绍的第3首歌是蔡嘉玲的《找一个伴》。这首几乎是我第一次喜欢上旋律套华语也可以的歌，这一首对，在这之前我都很坚持旋律偏向台语声调的惯性，也就是很多人说一听就很典型的台语歌。对，那蔡嘉玲也是第一个会让我跑外场追星的歌手哦，真的啊。对，他会很多夸张的技巧、华丽的表现。对，也可以他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对啊，然后他也可以像这首歌一样很朴实，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显现出就是
大家所谓的华丽技巧。对。嗯嗯嗯嗯那像我刚才讲的，这首歌的曲调套上华语，感觉也可以，没有什么台语句法，只是颠倒音少了一点，不算什么典型台语歌。嗯嗯嗯嗯，那有什么人来唱就是很关键。那蔡嘉玲她就是用台语生活的，所以她唱歌自然知道哪里咬字要重，哪里要拉长，在我耳里就很诚恳，很诱人。那他创造了我想找一个伴的需求，让我开始稍微想努力，也许稍稍有改变我往后的人生这样。好，所以一首歌真的唱的时候要很专心，因为你有无张底的影响到一个人，本来办单，现在想要找一个伴，是，对，这嘛该重要。真的，其实我觉得一首歌的制作未必要有多优秀多棒，就是以歌迷的角度来说，就是唱的人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然后把我们的心情演绎出来，或许会感动我们，或许会疗愈我们，甚至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每次都在节目里面访问不同的音乐工作者，那我们今天很难得访问的是爱乐者吼，的完全另外一个角度。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啊，既然是安尼，希望无偌久的将来，无张弟你就讲你有找到啊，迄时我就给你拍拍手啊，蔡嘉玲就会做欢喜。多谢老师的祝福。好，那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拜拜，然后谢谢小女子接受我的访问，谢谢金杰老师，大家拜拜，拜拜。